camro combat semge company nane thoma camro combat che hoda dozo che camro combat ya enjing ta tanyada la sungshana na se Yes. 那我们就如同往常一般，先观修皈依和发心。那观修皈依的部分呢，我们先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的两旁有持世还有文殊等8大水佛子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我们最主要的修心教授，也就是智他幻。那智他幻呢，是出自于吉天菩萨的入行论，所以我们就观想吉天菩萨。那吉天菩萨的四周呢，有龙树，还有无着等246庄严或17大班智达等印度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就观想有宗喀巴大师，还有其他一切藏传还有汉传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有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那观想他们都是真正的佛，他们能够成佛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修习了成佛的方法，也就是灭地和道地。所以我们的正皈依呢，也就是法宝、灭地和道地。那心绪之中呢，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不特求，无论他是声闻圣者、缘觉圣者，或是大乘圣者呢，那都是我们皈依的助伴。在了解了三宝之后呢，就自诚的对三宝做皈依，而且呢，做任何事情呢，都不要忘记对三宝做祈白。那也要知道说，我们皈依最主要的目的呢，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今生以及来世的安乐，或者是仅仅是为了希求解脱。我们皈依最主要呢，是为了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获得最究竟的佛果位，然后为此而做皈依。
no ya chu ta de ne no la so sam ge kom ya ta ni da ni sam ge song ro na 那接下来呢，就是观修发心。那发心呢，也就是升起一个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我们最主要呢是要去思维为什么要升起发心。那可以透由七因果以及自他换的角度来做思维。那透由七因果的角度呢，就先思维到因为轮回无始的缘故，所以我们过去呢不断的在轮回里面流转。那我们在轮回的时候呢，只要是投生呢，都如同今世一样，会有一个母亲。那过去世的母亲呢，就如同今世的母亲一样呵护着我们，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到呢，一切的友情呢，都曾经当过我们的友情，都当过我们的母亲，所以由此呢，对一切友情呢，升起念恩以及报恩的心。那报恩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将他们安置于毫无痛苦，然后呢，最就近安乐的佛果位。但是呢，要将一切友情呢安置于就是毫无痛苦，然后最就近安乐的佛果位呢，我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呢，由此而升起一个为利有行愿成佛的心。那接下来呢，是透由七因果的教授。那七因果呢，在思维呢自他换之前呢，要先思维到就是自他平等。那自他平等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我呢是希求离苦得乐的，那其他有情下至从语呢，乃至一切有情也是一样，也是希求离苦得乐的。而且呢，我不仅仅是希求离苦得乐，这一点是相同的之外呢，那同样的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苦乐呢都是关待于他人，所以为了自己以及他人都能够获得最究竟的安乐，离开一切的痛苦呢，所以呢也升起一个为利有行愿成佛的心。那发起了菩提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立下一个誓言，愿我从今天开始呢，乃至于未成佛之间，都尽我的能力呢去利益一切的有情，而且尽我的能力呢不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
아야. 다되네. 어야, 다되네 말한서 아이 아마 지진 좀만 소화 제지도 답에 토하네. 아니 소화 제지도 답에 토하네. 아니 동네기나 심제 지당 심제 내버 지당 켜버도 아니 내이 또 이게 내디 쳔베 아니 아 내리 담인다 동네기 나 심바다 나 심바다 나와줘 다다 탐제 동네에 교육도 좋아다 아니 대다기 제대로 소론주도 제별로 당이 심제 대다 겨 대다 탐제강 아니 지기 동네에 교육도 타와다 대와다 tempo and no that dechiki aya ni damba de energy phama jujun drame gi chinge lab do so nyambe ge thani so a chi tu tabe tung shu chago de che de energy ki man so drame sunga sa is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至诚的呢对至尊度母做祈请。那祈请度母的加持呢，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远离所有的痛苦。那特别呢是现在因为武汉肺炎呢，以受苦、正受苦或是将要受苦的有情，以及一切为一切疾病所苦的有情呢，都能够快速的呢从这些病苦里面脱离出来。那也希望呢，就是舍弃了自己所有一切受用而付出的这些人呢，也希望说他们能够远离这些辛苦。所以为了一切有情呢能够离苦得乐，然后我们至诚的呢对度母做祈请，然后来念诵度母心咒。ni ta ngel ye diji sin di namgi diji lamna ya boy sar sam kare sin ngaran zo drame sunga saya chamdo semge komya dagana shi ane jigi ane mani tya mele sunga saya oda de zo halle be kokap sambuchi oda pe meze be shingi tundu samlo tanya ke kokap thanda cha chimbu tindeji yore ane ngaran zo nimachi liya ta thari shoge ni sonde ta konda saru dugu yore deba do shingi tundu samlo ji ta nyongwe so re chwaji ta 다 생기도 상로당하기 다 남바도 나로네 아니 생기도 상로당야다 검자야다 생기도 상로 숙치무치 당하기 고갑디 총매나 다 단다 투즈 튜디 짜침부 시오지마 이마치기 링거기 생기도 상로당하기 고갑디 매바디 다링기 독서 투즈디 당기요 데나시 가상아란조 사 다니마기 상이메기 진짜 되네 손에 단다봐도 생기 튼도 삼로 땅야기 고급직 만주 카두바도 라요래 이마 따과 레시 생기 튼도 말한도 직 많이 돼야 다 생기 튼도 아니 직감도 샘기 거미야 샘 소소소소게 샘규주에 땅야기 고급 생기 튼도 어다 딘데기 삼로 땅야 셴뱅기 삼로 축침보데 데지 땅야기 고급디 다 가산 디퍼로 딘자레레라 테니니니 즈마도 라기요 말 다 소소소소 인도 소르도 나게인 뱀세베 제소 예란다 토지 제스니 쉐이 아다 탄되기 나란소 둔다레레라 디마도 진짜 초위 갑조마도 나야 메기 난기 메베이나 티 투즈디 할레베 짜치모 셴기 되도 삼로 땅에게 고갑 디 메베기 투즈 망차 소소랑이 기랑된기 자와 짱짱 지라 도고요 삼로지 땅은 소소랑이 야고지 용로 어다 지기 자와 가데 레가지 제베이네 소소랑기 된다 낭미기 된다 인제기 된다 어다 딘데지 모두 타예베 만주는 게 타다님베 심지 탐제세지 삼로 땅에 둔다레레라나 테니스 대야 둔다니 레레나나 테니 되게 나로네 아니 까마 카시 까마가 주정아 딘데지 모두 만솔로 되게 라기요 말티 투즈디 콤보임마다 디 투즈디 추서서 만조가 샘신도 지미한테 빼 미세베 개첨불레스 추서서 만조야 那就是呢，我们在念诵，无论像是度母也好，或者说我们一开始的皈依发心也好，或者说呢，在念诵药师咒、六字大明咒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去思维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呢，来帮助我们去利益他人。因为呢，我们可以去思维，就是从今天早上起床呢，到现在为止呢，我到底有花多少的时间呢，去利益其他的友情？所以呢，在现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要是能够好好思维的话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多去思维利他的这一颗心的，乃至于说呢，像我们从上一堂课就是星期日，然后到今天之间呢，我们有多少时间呢是在思维利益其他的友情呢？就一个星期呢，我们就是这2堂课呢，然后课前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维。那我们呢，要是说在这段时间呢，就是有思维到其他友情的话呢，那当然是可以好好的学习自己。那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没有思维到利他的时候呢，那这2堂课
课前的这个思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很珍贵的一个时间，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呢，真的去把我们的心思呢，好好的去思维到如何的去利他。因为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大部分时间呢，大部分都会想说，大部分都是想到自己，然后呢，只想到说自己的亲人，或者说呢自己的朋友，那我该呢去怎么帮助他们之外呢，我们很少呢有时间能够思维到一切的友情。所以呢，在这每个星期这2堂课之前的这5到15分钟的时间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呢，然后好好的去思维利他，而不要去浪费掉这些时间。过来着，大人嘛，都大脱人离轮一起，回救度母，离都是度达达那婆巴里难，度类没救用了国诸家疾病，救度佛母我敬礼。Dare do dare do re zo Om 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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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are do re Dare do dare do re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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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e do dare do re zo
Om Dare Tu Dare Tu 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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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Dare Tu Dare Tu Re So给我听一朵大帮忙中愿以文的，此上我速成，我成今年就圣母父是母于世界，第愿以众三了。生亦无于悉皆安置于彼地。他等那个人说，我3年没给了，别的为给我了，说这季度大概管中间那我记得，开发都多一个年底，这边你这边给东一个。哦，那什么的，那什么的，那我就得到他们东西了，叫你都吃完当，得到个吃到了，所以就这些个了当一个身边得到他们这个东西了，叫你都吃完。啊，但你里得到个吃的面，谁的谁什么得到他们这个面个康药，康药，但面你把得了都全推啊当，这样面的，安尼东西个那边。我甚至他们这来吃推下去，我的这个的，安尼今个老的水伢没个，他呢，安尼这哦，老说没来送啊，啥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至诚的对药师琉璃光如来呢做祈请。那祈请药师佛的加持呢，愿一切有情呢能够远离各式的疾病。那特别呢是能够远离现在像是武汉肺炎以及一些其他所有疾疫呢，希望都能够为这些疾病所苦的有情呢，都能够快速的脱离这些痛苦。那不仅仅如此呢，同样的为了这些在付出的所有的人员呢，也希望他们能够远离各式各样的痛苦。那也希望说，所有疾病的这些疫苗呢，能够早日研发出来，而且这些疫苗呢，都能够有它的作用和能力，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快速的离开病苦，然后来念诵药师心咒。哎呀，那的呢，都这个老娘别中间的，大三悲等种这光一边那个切佛切饭，的，仅闻其我名，能说除恶那个是去苦，上消街这边灭三毒疾个病。药师佛，本地琉璃光也王这个如来，我老的叫子敬礼。喽。对啊，东北港子，北港子，莫汉北港子，北港子，让这什么个的说？对啊，东北港子，北港子，莫汉北港子，北港子，让这什么个的说？对啊，东北港子，北港子，莫汉北港子，北港，让这什么个的说？对啊，东北港子，北港子，让这什么个的说？对啊，东北港子，北港子，莫汉北港子，北港子，这什么关键说？对啊，东北港子，北港子，莫汉北港子，北港子，这什么关键说？对啊，东北港子，北港子，莫汉北港子，北港子，这什么关键说？
Teadam Bekanze Bekanze Maha Bekanze Bekanze Razasamugani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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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dam Bekanze Bekanze Maha Bekanze Bekanze Ranza Samukad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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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dam Bekanze Bekanze Maha Bekanze Bekanze Ranza Samukadiso愿以此上我速成，成就药王如来语，令于众生以及皆安置于彼地。 다되네 아니 파파 제네실라 소와 찌지도 답에도네 심제기 동행이 나와 지당 켜봐도 아는 알아서 만주는 게 타다니 심제 탐제 아니 동행을 쳐봐도 대화다 대바당 만주는 게난 타다니 심제 탐제기 규기 인지기 사변 오다 강 여바디 인지 사변데 탐제라 요하래 말한도 참 빼나 소소기 가보니 붙이라 소소기 니모 낭미다 소소기 가보니 붙이라 동행지 쳐서는 아카 디 마요나 삼베 삼바지 두아 이나야 디나 신지 심제 디 동행이 나와 심제 소소기 가보니 붙이 마임베기 심제 간데지나 지금 원미싱이 심제지나 된데지 강해지 차바지 소소 암조 코와다 통하는 소바 네비 네갑수 아니 소소기 가보니 볼라 닝자와 낭시지 아카 닝제 삼베 삼로지 남상께 도움이 누와 어째서 디 가르다 딩겨르스나 마란주기 인지기 사변디 갸충하다 인지기 사변디 여바 타체 그래서 소소기 예린다 소소기 아니지 가보니보다 된솔이야 제외게 자와지 된데 용구도 다디 제와디 갸체로 땅마단데 소소라바래 요아 진짜 딘데 인디 마란주기 길라예베 인지기 사변디니 아니 뭐 공배도 저베 또기 아니 타예베 만주는 게 또베 또기 다 심제 탐제라 미베 타예베 만주는 게 타다님베 심제 탐제라 미베 인지 친구디 깨체 이 자와지지 잠이지 전주기 셈라 소와 대다림기 원도 성에 또네 아니 심제 탐제기 전도 아니 상계기 고말라나메고 토바쇼 냠베 또네 오다지기 오다 많이 소라 자이스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至诚的对大悲观音做祈请。那祈请大悲观音的加持呢，希望一切有情呢能够离苦得乐。那不仅如此呢，也祈愿有情，也祈愿大悲观音的加持呢，愿我心绪之中的悲心的种子呢，能够不断的增长。那为什么说我们的心绪里面呢，都是具有大悲的种子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我看到我的亲人或是我的朋友呢受苦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呢，就会升起一个希望他们能够远离痛苦，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的这种心，自然而然呢就会现起。不过呢，我们心绪之中的悲心的这个种子呢，它的所缘呢比较小，它的范围呢就仅仅呢是
局限在于像我的亲人或是我的朋友等等。那对于这些人以外的呢，我们就比较难升起这种希望友情能够离苦的这种悲心。所以祈请大悲观音的加持呢，愿我心绪中悲心的种子呢，能够不断的增长，然后呢，最后能够成为愿一切有情皆能够离苦的大悲。那以此大悲为根本呢，能够渐次的升起菩提心，然后呢，在大乘的道地的功德不断的增长，然后直至成佛，然后以此呢威力有情，以此呢让一切有情呢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我们以此来念六字大明咒。也就听你，恰东过了就也不动，震千动也眼化不是千转轮王，你，千手化长千老手见刚对佛，的了的随的，云漂浮中现巴今彼岸。日观音是个尊者，的我顶礼。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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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Om mani pad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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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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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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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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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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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Ngyewa di nyudo da 愿于此上助神成就观音自在力，令于众生亦无悉皆安置于彼地。愿诸病友请速脱疾病苦，亦 아니 단다 愿 디 가르쳐버려 인다라 책디 마 칼리 칼리 된야 된디 아니 삼로 땅기 땅기 치 인지 미지 책감부디 찍고 많이 받지 아니 지
Gawadi Nudu the Cheris or Dugin, Joachim Malubati, Salagova show, said the Twa Shuchimbu, Leviton. The Hana she Simjan never ching by Nudu Nele, Tajuji, Simjan Dungin, Simjan never condition, donning Nudu Dungele Tawa show, says Dungan Dren and Maluba Tato Chuama, draw Simjan Tamji Nedi, and the Tato Shua show, says and the Hanaji Jisin Namkan never the draw Jisin you, but the sit and the unit to it in the Sawa show, Jisin Namkan Nangi Masegi Padu. Aneji Joan Sije never disitu, only Dungedi, Joe Dungedi, that Tamdi Sawa shoe, there were the temper shoes, already Kali Dungi, Didi Dumbenega to Semia, so a shoot a gauge, Carson, Tanganzo Shendin, some shank to some time, cook up the tots or do that under Dinima, Manzolopse goes to do we are. That under the Poro Diliataco, Tanga, Shendin, cook up the tots hard to do some Dilia, to Comboji, the Atita, Tadotes Yena, some big seminary, then they draw the seminary, Chicomba Chudena, she did it, Yonchi Cherochi, go we are. 那就是呢，大家在念诵这些回向文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最后在念的时候呢，就是会把速度放慢，就是希望呢，在念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边念，然后呢边去思维，就像呢我们在念愿以此上我速成，成就观音自在矣，令一众生亦无于世界安置于彼地。然后呢，就是在念诵时候呢，就是内心呢，就是能够升起这种感受，希望说呢，我真的能够成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然后把一切的有情呢安置在于像观音菩萨一样的这种成佛的这种果位。那同样呢，我们在念诵愿诸病有情的这个寄诵的时候呢，内心呢就发起至诚的心，祈愿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快速的远离这些病苦，然后也希望一切的有情呢不要再生病，就是内心要有这种，就是念这个寄诵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嘴巴在念而已，而是内心呢要升起如是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从在观修皈依发心呢，然后到现在呢，就是我们利他的在思维利他的这部分的时间呢，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已经快要结束。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正课的部分。那正课呢，大部分都是属于自利的部分，所以呢，只剩下这一点时间呢，所以我更要利用这剩下短短的时间呢，然后升起一个强烈的心。然后呢，不要浪费这些我刚刚所做的这些功德，然后好好如同寄诵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呢，希望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获得如实的利益。那乃至于我们在念诵最后一个寄诵的时候呢，就是祈愿在虚空未尽的时候呢，那希望说我能够尽我的能力呢，尽除一切所有有情的这些痛苦，然后升起这种强烈的利他心呢，然后来念诵这些寄诵。给我的女多大千里希愿望以此上我速成，成多就吉祥观音马自在律于法令一众地萨生亦无世界安置于彼地。心间内巴吉涅巴女愿多诸病有情，速脱疾病，欲愿众生及大多地中永不生。其实南卡涅巴当，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处，愿我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哎呀，就那个理解。马上做先端企业给三落的，先给听三落当然就没是被改成不了。看一些呢，马上做光的习惯呢，是卡上个那个样样当年的，听上做了样样是那个样，马上做了南京也罢没罢，是的，没了怕三落马当把这，对接他们这没打吧，是的，没了怕七落给我不了三落马当把这，让你没打吧赢不的，对接他们这没打吧是的，说让你没打吧赢不，说给进住会有吧，说南京了，给几个三落打赢，就说给南京了也罢没罢，给进住的，卡对西住会有没好过嘛，他第一次了呀，现在主要给突出的，天天起码都。面对他第一单了呀，新建了那边给他卡切过来上路就要了啊，我到底是百分之百改成不了，马上说的不济那样，
배나 소소를 내봐 칭해다 내봐 치게 강준의 내봐 치교 말했디 이내 소소를 내봐 채웠다고 된대기 내봐 용의 값수 마다버지 다버지는 셈나 요모 끼기도 요모 끼기도 돼 이내 내봐 견되기 삼로 레기도 이내 내봐 견되기 삼로 레인디 타콜라 렌지 로고도 와사베 삼로지 레기도 돼 이내야 렌디 로고 사베 삼로디 레벨 값수 삼로 카르타 나 미세 튠디지 마도 돼요 나 로숨주 섭디레자 섭게레자 다 단대 할래는 로주주 대베이는 로 니슈 자송지 마도 돼요 말. 다 뒤에는 나로는 가두 되기 조주ኛ를 대베 왕도 땅. 이 땜대 체는샤. 다 지금 마을 왕도 땅. 수 가려 하고 그래. 상이 저에 왕도 땅 상이 정해지나 나니 정해지인베 왕도 땅 뭐 이나양. 정해지인베 왕도 땅 뭐 이나양. 당연히 단대 다른 걸 렌로는 촉하려 팬도 뒤 투주의 졸라땅 뒤 된다를 미개와 디과사드는 촉하려 삼삼이지. 얘기도 봐. 아양 삼로 셴바지 가르르스는 나람 종에 많이 나야 나상이 나니 댕이 임베 원도 따나 얘라 렌 로사기 심젠디 네 네바케사기 심젠디 렌 로사기 심젠디 코 가디 되기 예메 가라하고 코 상이 나니 종에지나 코 다른 얘기 렌지 로 상이 코 종에이나 닌지아서 상이 겨바키야 무실나요 마 그래서 되게 삼로 따인데 셴라 네데 네바케데게 삼로 先了连龙多给三路，先了昆金切率给三路，比如讲我给的给个人的，给的点嘛他都可能嘛，人家三路去跳把落雨输入进的三路去当切，哦，他的的这嘛说啊，俺也没打巴的，俺看都专门做好口嘛的，所以推的的这嘛都买不起了，没来那个还有上都不去成，先没打巴的，你个那个呢，俺那给是得个月把温度当那，可能上你点嘛的看好。min neba kesa bejela mid dor sangi neba kesa bejela mid jonge ji na akha ninji nge neba makena sabe tata ji sangi gyoba ke ji tenden yunguri ta tileta ko samlo neba kende ki samlo leba hinaya len longde ki samlo ji leba ondu tamba hinaya si so ki ta di dig min duwa sabe so noa de so ki noa de hakwa ina ani rembe ki khali ani ji ngaranzo ki 칼리 생기도 상로 저도야 소소 규기다 먼저로 로셰다 트리셰다 망부케지 시기여 트리셰다 트리셰 임바다 로셰다 로셰 임바다 베라 트서나 텐데기 거기 가리 나란서 팬도 용거를 봐那就是呢，我们在做这些课诵呢，然后在课诵的时候呢，去思维利他的这一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呢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常常呢去做这样子的思维。那最有力的帮助我们去做这样思维的方式呢，就是去思维苦无常。尤其呢，我们在思维就是死无定期的时候呢，并不要想说死无定期呢是好像是别人死无定期，而主要呢是要想我们自己。那同样呢，我们在思维诸行无常的时候呢，不要想到说，哦，外面的这些气世界呢，其实是无常的。最主要去思维诸行无常，你是要想到说，自己呢是无常，自己是刹那在幻灭的，所以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会离世呢？这个呢是不一定的。那以我自己来说呢，就是我们呢会去思维呢，就是当别人呢在伤害我们的时候呢，那虽然说他可能呢不是发自内心要伤害我们，他可能也是因为烦恼的缘故在伤害我们。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别人在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总是会觉得不舒服，乃至呢我们会自己起烦恼，乃至于呢就会在别人骂我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回骂回去，或者说呢想要伤害回去。那这种状况呢，我也是会有的。但是呢，当思维起死无常的时候呢，我内心就会想说，假设呢，我只能活到60年，我只能活到60岁的话呢，那现在只剩下23、24年的时间呢，可以活着。那他今天伤害我，我只剩下，而且呢，最长的话是说可以活到再活个23年。但是呢，我自己什么时候会走呢？我也不知道。透过这样去思维的话，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走的时候，那我现在会这样反过去伤害他，或是我再回骂回去呢？对我自己来说，实在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或者是说呢，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呢，今天呢，虽然说我可能不是这2天、明天或是后天呢就会离世，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他今天呢骂我或是伤害我，如果呢我是打算就是反击回去，返回去伤害他或是骂他，但是如果这个人呢
他也是死无定期。他如果明天或是后天就离世的话，那等到他离世的时候呢，我是会感到后悔，会说啊，早知道前2生发生这种事情，不要跟他计较就好了。就是自然而然呢，内心呢会升起这种后悔的心。所以，与其这个样子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伤害别人呢？所以呢，无论是从自己是死无定期这个方面来讲，或者说他人呢是死无定期这个方面来说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你自己是死无定期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既然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时，我可能明天或后天就离开了，就离世了。那我在离开之前呢，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去跟这个人吵架，然后呢去反击这个人，然后去和他处得不和睦呢？我为什么不把握这些时间来好好的思维利他，或者说去帮助他人？那同样的呢，别人呢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没有错。虽然说我们呢一定难免呢会升起这种想要报仇，或者说升起仇恨的这种心，但是因为透有死无定期的思维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你升起这些仇恨的心，或者说想要报复、想要回击心的时候呢，你内心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说啊，不论是他或是我，都不晓得能够活多久。那如果说就是我如果只能活个2、3天的话，那我现在在浪费这些唯一的这些仅剩的时间去伤害他人，那不是对自己来说是很划不来吗？那以对他人来说，我现在呢，如果去做这些回击，或者说呢返回去骂他的时候呢，那如果说他隔2、3天之后，他突然离世的时候，我内心呢是不是感到悔恨，会觉得说啊，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要这个样子了。所以透由这种思维的时候呢，慢慢的我们的心呢会变得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善良。而且我们在学心类学的时候呢，就是会讲到说，像我们之前讲到说，像是颠倒之，以及说之后会提到就错乱之呢，就可以用这些来思维。那我现在升起的这一些想要伤害他的心，是不是属于颠倒的？那如果知道的时候呢，也是透由这些方式，然后慢慢的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越来越善良，然后越来越能够升起一个去利他的心。심지어 간디 지나 ngaranzola pena kiranzo ta chikpare ngaranzo changmalongliya sosoge magasa tenden yuhare kiranzola yugire sosoge namgyu magasa je tenden kiranzola yugire chik sosola neba ke de nge sosola ya chado chinge sosola tensim che de nge dabuji sosoge 통고 yugire ngaranzo changmala de dabuji lo chusheji yuhare hinayang mi kansa teda thamjegi khoi kam chuni koranzogi nganzola neba kende ke samu 니니 요말 코란스기 규기 녀모기 셈기 마스네 아니 롱기 차 룽가기 차와들 슈구요레 마토 간사 딘주기 깡춘이 첸데기 사와니니 요말 콘솔 라와메레 페나 미치기 게베기 까까 땅체 이런 말 베지 롱바치기야 미세쇼스니 까기 땅나 코 미생에기 간사들 라와 요말와 세상 안한저 바기 지샤나야 딕베나 동샤의 지샤나야 요래 기도 짜와다 기생기 기발을 제수 이랑와스 랑기 기바다스 딕바 미게와 수수기 체바이네다 수수기 샤나 제도 주바이네다 생기 딕바 미게와 체바를 제수 이랑와 체바이네다 진수 강가 미게와리 숨이야 세상 가사 생기 수수라 마가와다 수수를 땡땡 요랑 안한저 정말로 저 땡땡기 로 추시지 요래 이네 안한저기 삼로다 디큐네 당규 하마레 미 간사데 두자데 네제 네바 이도 모완지 비큐네 삼로 당규 코란 카요 마레 코이기 뇨모데 저기 라메바레 삼체 삼로 당야데 뱀스 개첨보레 가레스는 게 공도 시바나시 나바나시 만주 신den기 지야기 밀 펜토야기 거가도 충충지마도 제주 통도지마도 요마레 딥민도 상고를 가도 이네 아치 네 미치기 심제 배도자 아치 나 투주 튼두지마도 요만 네 디에링가 네 페마도나 가르치고 삼산아버지 셈나는 제마 이나 대가랑기 시마도기 소소라 미가와치 소소기 통딩에다 소소라 지기 낭민인제레 네게 딩에다 버지 가리나 통딩에도 저기 셈나라와 메바 칼리 시두브리 디나네 하고도 인제도 삼로디 고연디 심제기 파마 땅용기 심제 된줄라 인제 깨야디 렐하요레 딜레 칼레카요르스나 수수기 네바기에기 도 삼사 수수나 미간켄더비지기 수수기 딘데기 미딘주기 김제이네레 가월 내가 제로기 내가 제로 냠도기 강에 제로로바이네 수이메네 딘주 조미를 송치 아치 네콜이야 네바기에기 셈나는 독자지 가르치는 제모가 되지 통도지마도 이 콜이 전 가르 팽기레스 봐 다 진짜 성을 땅에 있는 셴을 심지어는 폐마도는 내마기 수행지도와
어다 근데 팬 콜라 팬 큐네 마도네 콜라 네 마게나 약셔되러 봤다 네 게스야들 이 네게 요르 셈나노 두자체 셈나리 네게 되게 납센다 너센 레바이나 건네 비게바 직바라 인지미지 콜라 이슈고야 말 콜라 직네게 무슨 자와지 체고야 이게 삼배 메게 고네 라와 잠이 대가란티요 진짜 대대게 돈에 상노다인데 안조 가뒤네 직심제라 팬마도는 네 마게스야 되다 간지 돈에 주주 통동지마도 매 사바 현대집을 거가 주주 통동지마도 매 사바디 가뒤네 젠토나 야보요리 대대시래 那以我们来说呢，我们一定是有会遇到说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说会让我们升起嫉妒，或者说呢让我们想要竞争。那我们内心里面呢，一定多多少少呢都会有这种错乱性。那同样的呢，我们也知道说呢，就是这些友情呢，它并不是故意呢想要伤害我们，而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说他内心的烦恼呢的指使，他呢为烦恼所转的缘故，所以他也是不由自主的呢，因为烦恼然后来伤害我们，就如同呢，比喻就有讲到说呢，就像是有一个国王呢，那他可能对我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可能呢就命令他的部下或者他的臣子呢，然后来杀我。那来杀我的这个人呢，他也是不由自主，他其实没有想要杀我的心，但是因为国王呢有这样子的命令之后呢，他不得不依照着国王的命令呢，然后来杀我。所以并不是他本身呢有这种想要伤害我的这种心。那同样的呢，我们像是在35佛忏里面或是总忏里面呢，都会提到说若自作若教他做，见作随喜的这一种。就是无论说是自己也好，或者说我们想要去伤害他人，或是教唆别人去伤害他人，或者说别人来伤害我们一样，这些呢，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因为烦恼的缘故，或是他人因为烦恼的缘故呢，然后来伤害我们。他其实本身呢，并不会有这样子的，并不是想要故意来伤害我们的。那同样呢，我们透由就是去观修悲心呢，来调伏这一些烦恼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当你真的能够升起一个希望一切有情能够离苦的心的时候呢，那即使呢他在伤害我们的时候，你升起一个想要让有情离苦心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你就不会去伤害他。但是呢，虽然说是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我们在观修就是悲心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呢，对他去观修悲心反而比较容易。但是呢，如果说呢，困难的地方在于说，对一个我们所不喜欢的人，那无论说你不喜欢的这一个人呢，他是你的同事也好，他是你的家人也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对他升起这种悲心呢，就会比较困难，比对一个就是和你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平等舍的属于舍的这种友情呢，平等的这种友情呢，你对他升起的要对他升起悲心会更为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刚刚所讲的，我们就是要透由思维死无定期呢，然后来做思维，就想要说，我现在呢去伤害这个人呢，到底有什么帮助？因为呢，我自己有剩多少时间，我也不晓得。那我把我仅剩余的时间呢，拿来去思维这种伤害他人的心，不如呢用来思维一切有情能够离苦的这种悲心，不是更好吗？而且呢，我们在讲说，就是在思维不伤害其他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讲到说，就是即使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利益一切的友情，那也要尽我们的能力呢，不要去伤害其他友情。就是我们做不到帮助他人的话呢，那最低下限也要去做到，不要去伤害其他的人。那当然，我们在讲说伤害的时候呢，并不一定只是提到说身口的伤害，有一种呢也是内心的伤害。内心的伤害就是升起我们这种想要伤害友情，像是怨恨或是憎恨的这种心呢，就是伤害友情的这种心。所以这些呢，也就是可以透由我们渐次的呢去思维悲心，然后来调伏自己的内心的这些烦恼。我也是投机去。他归发现的定句是白了。但是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
皈生世，皈佛，皈法，皈僧，诸佛真法显生身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移。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真法显生身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真法显生身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哎呀，行，他听得起。他听得起。但你把努力，哎呀，他等你记住了，没啷个写吧？他不，你把一别去。但你把努力了，送到也话贴的呗。no，是，他你把努力了，送到也的，哎呀，努力了，送到也话有的是，他落到日吧，我他写吧了呀，他努力是的，落到日吧是的，我短期把登记下来，其实努力是的，落到日吧你的。团课说说的没吧？可能我自己吧，那么团自己讨呢，这些个比有吧？我da团队自己讨了呀，安尼你把努力送到要啊，是他努力了，你出要的送到要啊，真的送到也出些你送过来，但送到要有的，送到要有的是呢，其他俺让做努力了，你出要送到要你钱的送钱些，当俺让做他的。确给南张些，等的南罗里呀，你钱，送钱，洗钱，我da定住些，定住俺让做，我不对不定住，我不明白定住，安尼就可来哈的，安尼写他不给，写不给，得拉到写图不给，他不啷几个，他写，他上不几个，团大了呀，送过去你钱，送钱，洗钱是的，但你吃吧，本来你吃吧都送吃吧都，刚刚也话忙不进，俺们都这边那俺就过忙出来了，而且这他可你吃吧看一不的，你送吃吧看一不的，洗吃吧看一不的，都做送一的，可安尼这个，那么也了可，没出来当，得拉都眼推啊，给他不啷几个拖，我da第一噻。现在等你努力了，送到也话看人，现在送到也话有的团结送有的这边多吧。让这送有的这边到慢慢出为些吧，那团结送有的这边多吧，是的，团大看的是个样的，是那团结送有的这边多吧，是的，多吧看得起呢，团结南有的送有的结果个嘞，但送有当南有谁的结果了吧？其实他团结看的多吧看得起呢，可能团结当这个过呢，可能占能起，那我找不起，他那个人就他可能就刚刚拿了做菜，就是拿了那个来菜。다 사탕이 캐나도 레가라 다다 대시베 값수 사탕이 레군나라 레가 체사 카와이네 레가 체사 디기 아니 뭐보다 아니 지기 강바당 네다 덴데기 아니 지기 자한다 소소기 파게 레가 체사기 이브다 카도다 뭐보다 잘라든 저기 이브다 카도든 저 단다기 삼로 땅야든 저 강가 나와지기 돈에 삼로 땅나마도 나란족이 쪽제 뒤나 여바 능시 진짜 뭐보 제바진 건설로 통투야 다다래와 여마와 어디 인자 나와지다 제외권에 나와데 딜레레 삼비기 문진치기 토네 아니 나와 시스템나라 제야디 연구도가 어다 딜라 가르려고 할수는 dwi치 시에디 나나 파기기 입다 카도 나메게 나와 텔이야 아니 문진치제 어다디 나사 당기 디체 나디 통이 나디 사이 세야지 페나타 레라주치나 쇼게기 칼라체 닝공기 칼라체 다팅한도 장만의 직관에 다디 차랑가라주기 쇼게기 칼라다 닝공기 칼라 사차레 사차르데
你小给卡拉等的300个，那我就用不多啊。那我永远的小给卡拉的谈到俺就交这看了对面，小给了样俺就交这对了，要把能行。谈到俺就个交这个对了，我不要把能行去，俺做了能去要的为什么？那也要嘛。可那我只能问之前的嘛，都他些要嘛。现在那我只能问之前，等的个那我的一的卡多的等的个找啊的，就是刚刚那我的团结上了什么当有的。现在那我记得这位国内，安尼可落了查来起码都，那我记得嘛这位国内落了查来没多啊，没有因此团结松有的这边多吧，谁的，马上就说他给小给的，你给卡拉卡的那位给那我的多吧的，卡是可啦，你那我这个问题的这呢，那个要把一落了查给要把因此团结松有的这吧，团结那有的这呢，团结的这位国内，安尼那我是我的当的团结这个是有的，团结松有的这边多吧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64页的地方，那就是提到说呢，分为3种心类。那我们在讲述呢心类学的时候呢，那以藏文来说呢，就是它呢是讲到 low ri。那 low ri 的意思呢，它是2个字，然后 low 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觉知，那 ri 呢就是讲到 riba， 也就是讲到说了知的部分。所以呢，在讲述心类学呢，就提到 low ri 这2个字的时候呢，最主要就讲到说觉知还有了知这2者呢是同义的，它们的作用呢都是一样的。那以上呢就是在63页之前呢，我们已经讲完了7种分类。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就是新的种类呢又可以分为3种不同的分类的方式，所以提到说3种心类。那像在经论里面呢，像是常常会提到说，像是2种分类、3种分类或是4种分类，就是以这种2种分类、3种分类、4种分类这种分类的方式呢，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对我们这些顿根的有情呢来做讲述。因为呢，一次呢，如果说讲说新的种类呢有多少种的时候呢，那我们很容易呢会做混淆。所以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根器呢，就是比较钝的这些有情呢，所以他会先帮我们就是做好分类，跟你说呢，它又可以分为就是2种分类，或者说呢3种不同的分类、4种不同的分类。就是当我们能够用两者东西去做区分的时候呢，那我们自然而然会比较容易去了解。所以像是在做这种2种分类、3种分类、4种分类的这一种呢，大部分呢就是对于说顿根的有情呢来做讲述。那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呢，就是新的种类呢又可以分为3种。然后呢来做区分。那这3种心类呢是如何做区分呢？是因为有以异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还有呢以自相为所取境的无分别或是不错乱的认知。那这边呢先提到第一个呢，就是以异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那以异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凡是分别之呢，它呢都是以异共相呢作为所取境。那我们之前呢就有提到说，所取境呢以显现境呢，2者呢是同义的。那同义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凡是分别之的时候呢，它的显现境或者说呢它的所取境呢，一定呢会是异共相。那异共相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呢在做思维的时候呢，它会显现出一个，它会显现出一个相。它会有一个显象。那这种显象呢，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呢已经回到家里面，那回到家之后呢，可能会去思维到说，今天呢公司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学校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有哪些事情呢还没有处理完？那你在想这些时候呢，自然会显现出一个相。那个显象呢，就是这边我们所讲的异共相。其实这种显象呢，它跟我们呢就是放在眼前，你眼睛直接看到的这一种呢是不一样的。举一个更好理解的方式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早餐，或者说中餐，或是晚餐。那我们在回想呢，我今天早餐吃了什么东西，或是我午餐呢吃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在回想的时候，自然会有一个显象跑出来。那个显象呢，跟你正在吃早餐的时候你的桌子上所放的那个早餐，还有你现在所想的那个显象所现的那个早餐呢，它必定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它一定不是一样，它只是相似而已，但是它并不会是你今天正在吃的那个早餐。所以显象呢，跟我们眼睛所直接看到的这种
清晰的这种显现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边所讲的显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共相。所以凡是分别之呢，它必定是以异共相作为它的所取境。哦，老师，他的呢，现在他团结松语的这边多巴是了，现在他多巴写的团结那王国呢，落得了呀，多巴是个的是。但你不得了啊，老师，让这松语的这边多没嘛出于写巴是。但我呢，这定义这话要的，肯定是这话要的，这俺妈的起码你的这话肯定是要的，是那不行呐。我那团结多巴了家人的团结松语的这边多巴了家，让这啦多没一些巴了家人的让这松语的这巴了家，我呢这家古边儿吧，家多啊，其实多会当我呢现在看来那个的是呢，多巴了家人的团结了家。几千了家嘛说，我呢今天多巴了家的几千了家公园对不起，啊你带你到他几千松语的结巴，是对几千松语的结巴给多巴。让这松语的这边倒霉，他都去那个样，他一那样，看着地那了，我说嘛说话的嘛都一样，全大跨地那个样，团结松语的这边倒把是那的，之前个人咱们这样的，现在倒把看得起，可能那我吃那个吃吧，那我看得起，也把都吃过呀，的团结的点开菜。第一，这个之前我们讲的之前松语的这边倒把是那个呢，那边这个样的，之前松语的这边倒把人呢，倒把一个松语的了，之前嘛都多少样嘛是吧？可是呢，倒把一个看那话的团结的这个呢，那样的团结的之前是吧？其实第一的团结松语的这边倒把谁啊？这个我说团结那边人嘛都快呀了，之前松语的这边倒把是呢靠这个样的，我的可能这个样的，其实第一个呢。之前所有的多把生意的可给所有的之前因果要把的团结了点的哈过团结所有的这个多把拉差了啊，其实他都被所有的了团结因果等了，他都没给写完了看着来了的，我都没给写给所有的了让这嘞，都没嘛就写给所有的了，我让这其实让这所有的这个都没，但他可能才嘛了写下的让这的之前你写下了让这的之前你要把印章。体育的青年给遇见的了，多把的都没你大大吹出去，我听。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就是以志向呢为所取境之无分别不错乱的了知。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到呢，它的所取境呢是志向。那这种呢，就是它是在无分别之里面呢，属于的不错乱的认知。所以呢，那这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这里来讲述的时候呢，他在陈述的时候呢，是说以异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分别，还有呢以志向呢为所取境的无分别，然后不错乱的这种认知。那其实呢，在一些经论里面呢，他会提到说呢，就是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分别，还有以志向呢为所取境的无分别。那一个用共相，一个用志向呢，那就会刚好成一个对比。然后对比的地方呢，就提到说，凡是分别之的时候呢，它的所取境呢就一定要是共相。那凡是无分别的时候呢，它的所取境呢就一定呢要是志向。那虽然说我们一般呢是在讲说共相，但是呢这边共相所代表的含义呢，其实也就是讲到呢就是异共相的意思。因为呢凡是异共相呢，它一定会是共相。因为我们知道说共相呢，它跟常法是同义的，所以只要是异共相的话呢，它一定呢会是属于是常法。所以呢这边在讲述的时候呢，他就说提到说以异共相，或者说呢，我们讲说用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呢，这种呢就是所谓的分别。那以志向呢为所取境的这一点呢，就是属于无分别。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好的了知。虽然说以共相为所取境为分别呢，讲的是共相，但是它所指的呢，这个边共相呢有各种不同的共相，但是这里以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呢，所讲述的就是它的所取境呢，一定呢要是属于异共相。那这个呢，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呢，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呢，量呢，它的所量呢有两种，所量有2种。那所量呢，量的所量
量的所量呢是哪两种呢？它所能够量的呢就是共相还有自相。所以透由这边去讲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凡是呢它的所取境呢是共相的时候呢，那它自然呢就是属于分别；那它的所取境呢是自相的时候呢，它自然呢就是属于无分别。哦，他听的，他老师，之前所有的这边多巴，他之前的所有的这边多巴谁的，让这所有的这边多没嘛注意些吧，谁的，让这的之前谁告诉爸爸，让这的之前的卡里拉哥哥的是呢，让这的我不你对起，你之前的大把你对起，哦，他听了什么当过来，是吗？哦，对嘛都，你让这的之前谁的，我让做。让先些的让给轻易出发了加钱，俺那俺做个，俺那乌马贝给加价了呀，让给轻易出发的东莞你给加价了些，我到底让给轻易出发的啦，可就好嘛的。其他让先的之前些的中大毛啊，南北中大毛啊，其他毛啊，你送的，俺那一个thank you 给巴拉，俺那让先的之前做最没着话的。其实第一，你他告诉爸爸的，俺那让这的之前给做到的，俺那之前写的大把了可以的，让这写的我不让了，可不可以？我了说。那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呢，以共相呢为所取境的呢，称之为是分别。所以以共相为所取境的分别之，以及呢以自相呢为所取境的无分别之。那我们这边讲到呢，就是讲到，因为现在是属于经部中的缘故，所以讲到共相的时候呢，它就是和常法同义；在讲到自相的时候呢，它就是和无常法同义。所以呢，才会提到说呢，所量有二故，就是提到所量呢，就是常无常这两种，也就是这里所讲到呢，共相和自相这两者。所以呢，这边我们讲到自相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又把它跟应成派呢所讲述到的自相成立，然后认为说呢，这边所讲到自相呢是应成派所说的这种自相是属于就是我执的所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这边的所谓的自相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完全呢是跟无常法呢是同样的。所以呢，就是以共相，就是以常法呢为所取境的呢，就是分别。以自相呢，就是以无常法呢为所取境的呢，它就是无分别，是这边呢最主要所讲述的概念。那当然说像是自相还有共相的这个名词呢，它这个名相是从就是一切有部呢，一直到应成派呢，就是都会用到这样子的名词，但是呢，它里面所代表的意涵，各派所承许的意涵呢是不一样的。那挺理解的。他个科学开始通过的是呢，短期。之前所有的这边多吧，让这所有的这边多没写的个开始是呢，写下你去怎么你写吧那些，越来呀，让这的之前我不的大把的明朝你要吧，大把的我不明朝你要吧，现在可能有的这边给落掉了呀，俺大把的没大把你用不来是，我的天嘞，但本来的越来对你有些效果会有了吧。被恰下巴伊那，我让做卡里拉布有的是，我让做拉布拉贝亚的卡里拉布有的是那，被那卡里是过来被那普巴的不去因巴伊那，与普巴有把印章，得了对呢，普巴同意给下巴就马下让下开个有了哇，与普巴的没那可同意给下巴的永远有嘛了，可以同意给下巴永远的与普巴了对呢下过个有了哇，这张我让做下过个有了哇，这这第印度。아니 나랑도 이네 지불라 때니 유라 때니 지불스네 거야 아니 불라 때니 꼭파 부모라 때니 마 계제 시기 여러와 제가 불라 때니 파다 불라 때니 마 계제 시기 여러와 제가 유라 때니 유진 자기와 인자 유들이야 랑세의 지진이라 때니 유진들라 똑바로 도민 샤바 샤기 여래서 거기 유다 유진이게 자와디 하고고야 디마도 신 튼지 나요데 제베 똑바스데 따가스 튼지 지샤 코통이 기샤바지 똑바지 여바 짬라 삼도다나 슝기 고아디 딱다라기 말이 제자 튼지 세디 지젠라 코네 지제 소유데 제베 똑바스데 지제 세지 여바 인자 코나요데 징이기 샤바지 샤고요
可能个些不的个来对的有的下口呀，然后呢是这让这有吧现在有我不给个级别我不去要现在可能有的经验的下口，可能有的经验是经验得了，他多个下那没地吧现在他多没嘛都多少要嘛，多没了也出现的嘛主要你个那嘛主要嘛都多少要嘛，第一的让这那有的级别多没嘛主要些吧是我的下个呀。这在那有的级别多个是的，这在有哈的，看的是给几也没人给我不去有，看着有几现在去下个月，本来南卡写的，他等这里的刚刚搞定些，就说给我几个买呢，可没几笔给没几笔出去呢，可有的经验给有些下个，可前面出吧是那给的，前面出吧写都给自己下了。他可以的经验给有些的下个人呢，有些的多面给可能有的经验给下巴的下个人呢，可能有的经验给下巴的多面给下巴下呢这个要嘛，多面给下巴了这才能懂嘛是吧？啊，我那看着可能有的下巴的了多巴嘛都多少要嘛，的多巴的多面给下巴下呀，日白拖呢，有些我被你出去拖呢，我到下个月，我到的那个的可能也会要。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呢，就是以境呢来区分的时候呢，就是境呢它可以分为就是共相以及自相呢，在这两种。那或者说呢，境呢可以分为常法以及无常法呢是两种。那以无常呢作为显现境的呢，那就是属于分别知；那以无常呢作为显现境的呢，那也就是无分别知。所以呢，才会提到说呢，因为呢，境呢有两种的缘故，所以呢，所量呢，也就是我们讲到说有境的部分呢，也会有两种，因为它有两种不同的境的缘故呢，所以有境呢也会有不同的这两种。那就以瓶子来说呢，当我们以瓶子呢，当有瓶子的时候呢，那如何要证得这个瓶子是存在的呢？就表示说，这个瓶子呢，一定有一个能够显现这个瓶子的一个了知，或者说能够显现瓶子的一个觉知。那显现瓶子的这个觉知的时候呢，它呢就是把瓶子呢作为它的显现境，或者说呢这里所讲的索取境。所以由此呢，我们去成立说呢，瓶子呢是成立的。就像呢，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安立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我们如何去安立瓶子是存在的呢？因为呢有一个能够把瓶子呢作为显现境的，或者说能够作为索取境的一个有境存在的缘故呢，所以是瓶子是存在的。所以呢，因跟果二者呢是关代而成立的，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说父亲呢是因为有了儿子之后呢，才称之为是父亲。那这个小孩呢，因为还有爸爸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小孩。就是因和果呢，它彼此呢是互相，它是关代而成立的。所以就像是瓶子为什么会存在呢？因为呢，有了这个瓶子要存在的缘故呢，是因为有一个能够显现它的一个有境。那这个有境呢，它怎么存在呢？它最主要是因为先有了这个瓶子，所以它依靠着这个瓶子之后呢，而产生了这个有境。所以呢，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呢，当这一个无论是共相也好，当然我们在讲的共相的时候呢，就是像是除了我们在讲共相呢，提到是常法，那这个常法呢，指的就是说它并不是无常法，它并不会刹那坏灭的这一种常法，它并不是刹那坏灭的这一种无常法，所以它称之为呢是常法。那这种常法，它既然是存在的话呢，它就如同瓶子存在一样呢，就是有一个能够将它作为索取境或是所显现境的这种了知。所以以常法或者说以异共相呢为索取境的这一种了知呢，就称之为是分别知。那以自相呢或是无常法呢为索取境的这一种呢了知呢，就称之为是无分别知。那我们在这边就提到说，一开始呢，我们就讲到说呢，所量有二者。那这二者呢，也就是提到共相还有自相的部分。因为呢，一般在讲说所量的定义呢，一开始我们在学社类学就提到说，量所通达，它就叫做所量，就是你能够被量呢所通达，或是被量呢所证得的这一种呢，就是称之为是所量。那在区分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所量呢又分为就是共相以及自相这两者。所以当你把共相呢作为所解境或是作为显现境的这一种呢，就称之为是分别知。
然后呢，以志向就是无常法类这一种呢，作为索取境或是显现境的这一种呢，它就是无分别知，而且它在无分别知里面呢，它一定是属于不错乱的了知。所以提到说呢，以志向为索取境的这一种呢，它是在无分别里面是属于不错乱的这种了知。哦，那说，让这从有的这个都没嘛，这位写八切，他的呢，哦，那说他，让这从有的这个都没嘛，这位写八切，他呢，没把三郎节从有的这边都没出现的送有的切日子，他没把三郎节写着了吧？没把三郎节写的，没把三郎节从有的这把写了多啊。卡这个卡里拉过来是呢，没把三郎节的写把写了过来。但呢，没把三郎节所有的结巴写的了，卡里过过来是呢，别呢，没把三郎节是的，卡里我们那有往写的，没把三郎节是的，卡里我们那位给那往写了吧，卡里我们那位给那往的了，卡里我们的那个有，卡里我们那位给那往的了，有卡里我们没把是那个有。有卡里我们那位给那往的了，卡里我们有卡里我们没把是那个有吧？现在。대 나와디 아니 유도 나와디 차랑이 술을 차기열했으나 또매기 투시 빼나 미시에다 미기 시아발라 차기열와 대인디 매바 세난지 소유도 제베 또매 투시 오다 디스걸 나빼나 디다 양을 디송로나 所以呢，在讲述3种分类的时候呢，除了第一个呢分别知，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无分别，而且这种无分别呢是不错乱的了知之外呢，那还有第3种，就是呢以清晰显现的无，就是以清晰显现的不存在的这种东西呢为索取境的呢，它是属于无分别里面呢，但是它是无分别里面的错乱的这种了知，或是错乱的这种认知呢。那我们举例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显现蓝色雪山的这一种了知，显现蓝色雪山的这种了知呢，就是在这个了知呢，它是清晰的显现，就是不存在的这种蓝色的雪山，它清晰能够显现这种蓝色雪山，那就是以蓝色它所显现出来的呢，就是蓝色的雪山。那我们知道说蓝色雪山呢是不存在，因为雪山呢它一定要是白色的，所以但是呢这种像是这种眼知。这种眼知呢，就是清晰显现蓝色雪山为所取境的眼知呢，它就是属于无分别，但是呢是属于错乱的这种认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取境呢，或它的显现境呢是不存在的缘故，所以呢它是属于错乱的这种认知。哦，对，但没把三能见写几多啊？他地了都是国家为呢，国家领导那也不要的。没把写把的语句给扣下来，三能见写把的是没把三能见是的别那我让做哇，啥东西老板呢？看里我让做米线别那看里我们那往些钱呢，看里我们那往些的了，看里我们那位给那往的吃几样哇，看里我们那位给那往的吃几样哇，看里我们那往的吃几样哇。看里我们那往的吃几样的，看里我们那往的吃几样在那往的了。카르레스나 카르고보 나와텔라 코 유 카르고보 메바시 카르고보 유 메바시 콜라 차르기 요이자 메바스라와 메바스 세나치 시디 카르고보 나와 타가라 나와텔라 카르고보 나와텔라 카르고보 나야디야 튠지다 만제워 난게 요바 인장 카르고보 나와텔라야 아니 메바세나치 스라고 근데 가는 공부 나와 대가라 유도 제베 차네 아니 매바 세나지 수유도 제바스 오다til라고 매바 셰베 고유데 고야디 가는 공부 나와텔라 유 매바 가는 공부 매바시 나웨 차네 매바스 세나지 세데 유 가는 공부 매바디야 매바시가 가는 공부 난게 요아레데 나 가는 공부 임바 나야디야 튠지다 만제 거네 난게 요바 인자 세나지 오다 대나와 차례에 차네 아니 매바세나지 소유도 집에 도매 투시스라고。那有人呢，他是直接讲到说呢，以清晰显现的无的了知呢，有的是直接放这种，就是以清晰显现的无的认知，然后呢作为第3种。那我们先来看呢，就是以清晰显现的无呢，那他这边有括号说叫做不存在，就是以清晰显现的不存在。那这个
所谓的无或是不存在呢，主要讲的就是这种了知呢，它的境，它的境呢是无的，是不存在的。那清晰显现讲述的是什么呢？清晰显现呢，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显现蓝色雪山的这种根枝呢，它对于蓝色的雪山呢是清晰显现的。那这里为什么让它清晰显现呢？清晰显现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呢，它是不掺杂异共相的缘故。所以呢，它既然不是掺杂异共相的话呢，就表示呢，它呢是属于无分别。所以这边呢，就特别讲到说呢，无呢指的是它的境，就讲到说，它的索取境呢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那清晰显现的部分呢，是要区别于说它的索取境呢是不掺杂着异共相，所以呢是清晰显现的。就像是我们显现蓝色雪山的这种根枝呢，它是能够清晰显现蓝色雪山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不掺杂着异共相。那的无的意思呢，就是蓝色雪山呢本身呢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它是以蓝色雪山呢，它是以清晰显现蓝色雪山，然后呢作为它的索取境。所以呢，以这种呢作为索取境的呢，就是属于无分别里面错乱的了知。对，他没把生那些是的，没把生那些看着我不那话的下说啊，看着我不那话的娱乐下呢，他可能的多把的多没你给拿呢，多把做啥要嘛的，看着是那。看着我不那话的，那话吃呀的，春节的嘛这个呢，那话吃过有因子的，吃啥的，多把了做啥要嘛的，就是多把怕比。다 가는 거볼 나와 딩이 나와게 나와 대 차사디 또가 파피나 다 또메기 샤바마도 로사미두스 다 또메기 샤바이나 또메 마주이 샤바다 추시니기 나네 마주이 샤바라 낭데레베스는 낭기 마레스 가르치네서 또메 마주이 샤바들라 간 나와데 정고빈니스로 요구요리 가른 거볼 나와 디기 나와텔라 간차와 가른 거볼 나와 차와 나시 가른 거볼이 요마레스 제자코 로 마주알라 낭사 메바 인자 또메 마주이 샤바라 낭사 요마레스 다티 다 가르마도 로사 요마레스나 또메 추시 오다 마도 또메 추시라 마도 로사민두 디디 메바세나지 순위데 제베 또메 추시 세디 유디 낭에텔라 또바 파피 또메기 샤바 낭로 또메기 샤바 마도 로사메 또메기 샤바 낭로네 마주이 샤바데 파피 다 또메 추시에서 진짜 메바세나지 순위데 제베 또메 추시라디 된다 또메 추시에 된즈기 가나야디 메바세나지 지 낭기 요레스 오다디 고고라所以呢，在这边讲述到说，显现清晰的无呢，为索取境的这种呢，它一定是属于无分别里面的错乱的了知。那刚刚就讲到呢，清晰显现的无的这一点呢，就提到说，它的显现呢，它所显现的像是显现蓝色雪山的根枝呢，它显现的这种蓝色雪山呢是不存在的。所以第一个呢，提到说呢，它的境呢是不存在的。那第二个呢，它是境的时候呢，那能够显现它的有境呢，在分别还有无分别里面呢，不可能呢会是属于分别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清晰显现，它既然是清晰显现的话呢，它就不会是掺杂着异共相。所以呢，以有境来说呢，它在分别知跟无分别知里面呢，它一定呢不会是分别知，它一定呢是属于无分别知。那接下来呢，因为呢它是清晰显现的无，它的境呢是清晰显现的无。以清晰显现的无呢作为它的所写境，就是它所清晰显现的这个境呢是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在无分别知里面呢，不错乱知和错乱知里面的呢，它是属于错乱知。它呢为什么是属于不错乱知呢？因为凡是不错乱知，它是只要是无分别，它是属于无分别的不错乱知的话呢，那凡是它所显现的呢，它所清晰显现的这个境呢，一定呢是要服顺于事实。一定呢是要是存在的，但是呢这边是清晰显现的这种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呢它一定是属于无分别知里面呢错乱的这种认知。다 대샤게 당아양데 탐자를 직조고 우유这사람아 아양데 탐자를 직조고 우유 나세那今天呢，就上课呢，先上到这边。因为荣切等一下呢要去辩论场里面呢，就是参加一个立中，所以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先上到这里。
아니 다 다른 게 최근 시제에 개회 자와디기 제를 상기기 담바게바나 양고도 감선조회라 뭐 샤게고 종합 준비 제베 리소마 집에 상기기 담바나 다시 개라 유린도 내바당 temba dinze guji tsugi dijingi ki kyamne chino konsa kyamgu chumbu chogi zobe rangarangi chunde ngoto ki nama khaan yoba teta tamji kuzi shabi keje tushi lungi dhruba tang tagana shi ane zamne yudu kundu chugi ki temba tsimbe tizi ki kibo teta tamji ki kuzi shabi keje dinji tushi lungi dhruba aya tagana shi ane je zambuli di chawa sangbu dhubdingi ki labchengi kibo namba imba da ma imba chokela da melamba teta tamji ki tsirini me samdi chushindu dhruba 또는 대회에 가가지고 점리 유튜브 근데 너무 축제 중심에 봐만 좀 무게라서 그때다 담지 신이 너네 디기다 때마 땅도나 계자 강사와 담지 만주는 게 타다님 심지 담지 쪽에 생기 고모토 비킬로 줘 쇼스 那将我们今天说文法的功德呢，回向世尊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法尊后八大圣圣教呢，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也回向给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呢，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所愿呢，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所有一切持教大善之事呢，也祈愿他们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所愿呢，能够快速的成办。那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呢，无论是有宗教信仰或是没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是佛教徒呢，或是非佛教徒呢，也希望这些人呢，也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心愿呢，也能够早日的圆满。那也希望说，台湾还有印度等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战乱和疾疫，也希望现在武汉肺炎呢，能够早日的息出。那一切有情呢，也都能够息出恶心。那总之呢，就是将我们三世所有一切的善根呢，回向给一切有情，然后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快速的成就佛果位。잠베 바오 지다르 켐바당 콘도 仰 상보 蒙文殊如实了知法， 大 에라 恨 그니 普贤 지수 菩萨 바로 亦如是， 야와 为 다 能随 담지 从彼等亲近学， 조좀씩 将 왜 其本 겨워 善 담지 根皆回向， 고마 강한 三世 조도 一切善事圣者 자기 中， 계획 所作 자와 任何 디비 殊胜诸回向， 상부 我愿 출신이라 将此一切众善根，并 자세와당 且 지진 天下之 샤와당 回向， 지수 所 이랑 有礼赞供养佛如 야와 来， 중세 能 나기 够佐 지수 助世间转法 담지 轮， 조도 随喜 있잖아 忏悔等诸妙善根， 아니라 回 왜 向一 고위 切 시간 众生之佛 속된다 道。 愿此 대화만은 学领环绕 에레 国土， 성원 因一 든지 切 가서 利益安 샤베 乐根源 스피커 处。观音自在灯金甲冑尊，点烛真柱直至三有尽，日清显密教法摄，善持为生顶上也。智慧离障誓愿言，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吉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东土三地，消除有形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世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为。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究竟所说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圣山乐，其他尽所有集之，快速成就佛果力。父母有情俱安乐，一切恶趣何时空？菩萨任谁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借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也就念的突击切。阿周人切图切呢？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谢谢法师。仁波切，大真切，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谢谢连家老师，谢谢年扎老师，谢谢大家。